大家好，張木頭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呢套就係維多利廣場嘅一個電梯兩房啦。而家所在嘅位置呢，就係我哋小區嘅平台花園嚟㗎，即係我哋一樓而家下邊仲係一個大型商場。而家二樓位置呢，平台平時散步啊、出行啊都會經過呢度，綠化環境同埋我哋嗰個入住率都 OK， 即係人員都唔會話冷清啊。而家我哋睇緊呢個呢，房產值面積係69個平方。總價33萬，而家可以直接上車，而且我哋全部個電梯咧都係啱新換㗎，可以直達到我哋一個停車場。而家你呢個小區嘅綠化同埋我哋配套咧係比較齊全，一共有3個出入口，人行嘅車出行同埋電梯嘅都有。而且我哋帶大家上睇睇啊！上到嚟單位度咧，睇得出你成個位置咧係比較開闊啲嘅。即係而家呢個單位原裝係一個69平嘅小3房位置，原裝格局。而家係業主改成咗一個大兩房，睇到成個大廳空間會比原裝啲兩房會大啲。咁啊，睇睇翻呢個景觀啦，望翻我哋來源位置嘅，即係冇遮擋，望翻個平台空間，成個單位電梯高層最啱一啲後生仔同埋老人家都比較舒適嘅，即係一家3口就啱啱好。如果多埋老人家咧，可能唔夠，因為而家係兩房嚟嘅。睇翻我哋成個位置，佢都有去改動過。呢個牆咧係而家做咗一個入牆式嘅鞋櫃，成個吊頂都有做晒，所以成個都唔會話太擔心裝修問題啦。睇翻廚房嚇，呢個顏色就比較老舊啲啦，就唔係好中意，到時候可以換一換貼。而家呢個位置就係放洗衣機或者係放冰箱都可以，有做咗去水位同埋入水位都有做。冰箱位置插電口都有。如果放冰箱呢，洗衣機要放翻我哋露台呢個位啦。呢邊呢個景觀都非常靚仔㗎。睇翻我哋呢個房呢，就相對會大啲。而家係一個2米嘅大床，咁兩邊都有採光。因為呢度原裝係一間兩房，打通咗變成一個大一房。而家呢個位大一房嚟嘅，跟住隔離仲有一間客房，採光同埋一個通風效果都 OK 嚇。就睇翻我哋呢個工位。因為佢業主之前一直在住嘅，所以就保養都還 OK。廁所空間咧就你睇翻個人個要求啦，空間都 OK 夠使。咁呢邊有個乾濕分離一個，做咗乾濕分離噶啦。睇翻呢邊客房啦，呢啲住宅紅本樓咧就唔使話擔心採光問題，所有都 OK 嘅，即係冇暗房冇暗衞。通天然氣，而家啲咁嘅單位咧係33萬，直接可以上車。小區位置，然後紅本在手，通風效果，同埋行去火車站咧，大概都係7分鐘到10分鐘一個時間段，可以拎包入住咁嘅一個單位。有興趣帶嚟睇睇。睇完電梯，仲有呢套樓梯單位。而家呢套咧都係比較傳統嘅一個戶型。我哋有個特點就係樓梯一個3樓位置，朝南向一個露台位啊。呢邊咧都係望住我哋一個花園景觀嘅，朝正南向，通風效果 OK 嘅，而且有做風窗咧，就睇下你中唔中意安靜啦。而家做咗就 OK， 可以慳時慳力。成個單位咧而家係吉碌狀態，比較傳統一個戶型。如果你自己中意，而家有啲客人咧中意紅木家私咧。咁啊帶咗過嚟睇，都比較中意呢種戶型，因為空間大，存放空間比較足啲。電梯樓嘅點樣講實用都會差少少啊嘛。而家呢個係隨放空間啊，如果到時候你要自己後尾再增設設備啦，自己揾師傅再整翻個廚房啦。因為原業主之前係未用過廚房嘅，呢個係主人房空間，朝東南向個位置，成個單位。冇睇佢咁舊啊，又長就直接拎翻入住噶，地磚所有都靚仔嘅。呢個客房呢邊朝北向，採光效果都還 OK 啊，唔會暗。咁你樓梯有樓梯嘅優勢啊嘛。而家呢個3樓大概係30萬可以攞低套咁嘅住宅紅本兩房。有興趣帶你睇睇。